Wanda， Wanda， 唔好咁近睇電視啊，壞眼㗎。Wanda， 聽唔到我講嘢啊 ，Wanda， 叫家姐，弟弟叫家姐，打人㗎，呢個弟弟用個頭撞人啊！想唔要個頭係嘛？出晒力攞個頭撞人。哎呀，我隻手唔痛㗎嚇？乜隻手唔痛㗎嚇？仲偷笑啊嚇？哎呀，笑到咁開心。哎呀，我隻手唔痛。喂，張凳好痛㗎，張凳好痛啊！哎呀〜